你有冇試過辛辛苦苦整咗個網站，但係喺 Google 完全揾唔到？客人搜尋你嘅行業，出嚟嘅全部係對手。今日5分鐘，我幫你由零開始搞清楚 SEO 係咩，仲會教你一招即刻用到嘅技巧。我係排名攻略 HK，follow 我，一齊學識免費攞流量。你有冇試過辛辛苦苦整咗個網站，但係喺 Google 完全揾唔到？客人搜尋你嘅行業，出嚟嘅全部係對手。今日5分鐘，我幫你由零開始搞清楚 SEO 係咩，仲會教你一招即刻用到嘅技巧。我係排名攻略 HK，follow 我，一齊學識免費攞流量。SEO 全名叫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， 即係搜尋引擎優化。簡單講，就係令你嘅網站喺 Google 搜尋結果排得更前。舉個例，你開咗間花店，當有人喺 Google 打香港花店推薦，如果你排第一頁，客人會直接冚入嚟。但如果排到第2頁，基本上冇人會見到你。有數據顯示， Google 第一頁攞走超過90%嘅點擊。所以 SEO 嘅意思就係唔使俾錢買廣告，都有客人自己揾上門。SEO 主要有3大核心，記住呢3樣嘢就夠。第一，關鍵字；第二，內容；第三，技術。第一個核心，關鍵字，你要知道客人會搜尋咩字，例如佢哋會打生日蛋糕訂造定係自訂蛋糕香港，兩個詞嘅搜尋量可以差好遠。揾啱關鍵字先至可以對症下藥。第二個核心，內容。Google 最鍾意有價值嘅內容。你嘅網站唔可以淨係放個地址同電話，要有文章、有教學、有真正幫到人嘅資訊。例如寫一篇點樣揀生日蛋糕， Google 就會覺得你個網站有用。第三個核心，技術。你個網站 load 得快唔快？手機睇唔睇到？ Google 會檢查呢啲技術細節。如果你個網站要等5秒先開到，排名一定低。而家超過70%嘅人用手機上網，手機體驗一定要好。而家教你一招即刻做到嘅嘢。打開 Google， 輸入你嘅行業關鍵字，例如香港瑜伽班。睇下排第一頁嗰幾個網站，佢哋個標題點寫？佢哋有幾多內容？佢哋個網站快唔快？學習排名高嘅對手，就係最快嘅 SEO 入門方法。今日5分鐘，你已經知道：第一，SEO 即係免費令網站排名更高；第二，3大核心，關鍵字、內容、技術。第三，最快嘅入門方法就係分析排名高嘅對手。SEO 唔係一日就見效，但一旦做好，你可以長期免費獲得客人，唔使再靠燒錢賣廣告。下一條片我會教你點樣揾到最適合你嘅關鍵字，記得訂閱排名攻略 HK， 冚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。我哋下條片見。